大家好，文師傅啊，嚟到每一年，梗係同大家分析下來年嘅感情運如何啦。嗱，首先咧講下屬馬嘅朋友先。嗱，屬馬嘅朋友咧，恭喜你啦！嗱，出年咧太歲出嚟喎，某程度上啦，個人會魄力嗰方面會好咗、強咗。某程度上咧，個膽識亦都會大咗嘅喎，所以咧，淨係單身嘅你咧，有機會嘅時候要好好把握啦。同埋咧，出年咧你就將星入命，咩意思咧？喂，軍隊幾萬人，將軍啊得一人喎。出年你個解決能力各方面咧，都會特別犀利㗎，所以某程度上咧，你做嘢嘅時候咧，嗰個專注度咧會特別容易吸引異性喎。無論男女都係㗎，可能作為女士嘅你咧，出年突然間做嘢嗰方面咧會係特別 charming 啲㗎。好多時咧就喺職場上邊咧容易去締造一段新感情出現㗎。嗱，屬馬有個特點嘅，志在千里嘅。哇，屬馬嘅啲馬咧跑崇山遍野咧係好有目標性周圍走㗎嘛。所以某程度上啦，你遇到一啲新相識嘅人啦，你好快已經可以俾到一個 mindset 落去咧，究竟呢個啱唔啱你咧？嗱，有好有唔好。咁如果假設啦，你已經係到達一個選擇嘅階段咧，你梗係可以篩選下啦。但係如果假設咧，仲係形單隻影嘅你咧，我覺得可以試咗先咯。因為咧，始終都係犯太歲嘅年份咧，都適宜搞下喜慶嘢嘅。正所謂咧，一喜當三災啦。嗱，如果假設係一個我哋叫做長期嘅關係，已經有一個好穩定嘅關係咧，可以考慮下結婚啦，或者去組織一個家庭咯，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咁屬馬嘅人士咧，正南方就首先一定要執乾淨企理去啦。同埋咧，正南方出年咧就係有一個叫做病星飛到啦。咁執乾淨企理之後咧，就唔好擺啲紅色嘢啊，同埋唔好擺啲喐動嘅嘢啦。同埋某程度上咧，你可以試下啦，擺啲白玉石如意，咁咪可以令到你咧如意吉祥，容易拿捏到啲姻緣咯。嗱，嚟到2026年，講下屬羊嘅朋友會點喎？嗱，屬羊嘅朋友恭喜佢啦！出年咧，第一合太歲，太歲會俾好多好嘢俾你。第二，亦都有太陽呢粒吉星，太陽呢粒係男性貴人星嚟嘅喎。所以某程度上咧，單身嘅屬羊嘅女士咧，由於屬羊嘅人士咧係比較保守少少嘅，都比較驚可能驚即係有少少膽怯少少啦，對於男女之事。咁所以咧，鼓勵屬羊嘅朋友咧，可以揾人介紹，揾咩人啊？嗱，屬羊嘅人士咧好孝順㗎，咁可以揾家中的男性長者咧去介紹一啲人俾你認識啦。其次，可能你朋友之間咧有啲上咗年紀嘅男士咧，都會特別對你好有幫助嘅喎。嗱，當然啦，可能嗰個男士本身已經可能係你嗰個命中注定嘅真姻緣都唔奇㗎。因為出年咧，你有太陽呢粒吉星咧，好好運用一下。嗱，太陽真係戶外啦，可能有陣時咧悶悶地嘅時候咧，出外走一走同陽光玩下遊戲咧，可能都會締造一段戀情都唔奇㗎。咁另外啦，屬羊嘅朋友咧，由於比較謹慎咁所以有陣時咧有啲機遇出嚟嘅時候咧，都遲疑，唔知去唔去好。咁嗱，除咗可以揾個文師傅起支卦占一占卜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問下男性嘅長者啊，佢好多時咧都係你貴人嚟㗎。尤其出年，因為有太陽呢粒吉星，咁祝屬羊嘅朋友咧，真係試下，可能出年咧可以締咗一段新姻緣都唔奇㗎。嚟到2026年，屬猴子嘅朋友咧，嗰個感情運如何咧？嗱，首先屬猴子咧，我哋去動物園睇過啦，啲猴子係跳嚟跳去喺啲樹嗰度噶嘛，所以咧屬猴子咧係好機靈、好靈活嘅。同埋你有冇諗過啊？由 A 樹跳去 B 樹嘅時候咧，佢好快已經可以分析到咧另一棵樹嗰啲枝葉咧能唔能夠承擔佢嘅體重噶嘛？哇！如果唔係跌落嚟咪大鑊。所以某程度上咧，屬猴子咧佢係好靈活咧，即刻會諗到，好聰明地，究竟呢個人啱唔啱佢？呢個場所啱唔啱佢？呢個團隊介紹嘅人嘅質素如何咧？佢好快已經 feel 到嘅。嗱，咁另外啦，屬猴子咧出年咧有粒驛馬星，我叫做喺洞中掌權、洞中揾錢，咁同埋亦都係洞中生呢個感情運嘅喎。所以告誡屬猴子嘅你咧，今年2025年咧過咗去㗎啦。2025年咧可能會俾大家有個感覺就係識嘅人好似
表面好，到最終都係惹到麻麻煩煩，因為自身有形有合啊嘛。已成過去㗎啦，到咗出年馬年咧，你嗰個認識嘅人與事咧已經大大提升㗎啦。不過無奈啦，出年丙午馬年咧，我哋叫烈火朝天啊。咁屬馬騮咧，即係好似古有孫悟空烈嗰個丹爐嗰度咧去訓練你啊嘛。所以上半年咧可能都爭少少嘅，我哋叫大病初愈之年啦。固本培元，穩守突擊，識多啲人啦，或者喐動多啲啦。到下半年度咧就不同晒啦個場景，咁啊可以喐動多啲，可能去旅行啊嘅時候咧可以締造一段真姻緣都唔奇㗎。咁啊，所以恭喜晒屬猴嘅，記住一字記之曰動，千祈唔好坐定定。哇！嚟到2026年，嗱屬雞嘅朋友係點咧？嗱，所以屬雞嘅朋友咧，我哋叫做咧，嗱古時冇鬧鐘噶嘛，咁就好靠咧公雞咧朝頭早去提叫人醒覺醒。咁某程度上咧，屬雞嘅朋友咧，好容易俾人一個忠誠度啊，俾個錦囊俾屬雞嘅朋友，應承咗人嘅嘢點都要做得到，因為咧呢個係你個原廠設定㗎。你如果俾到個忠誠度俾人咧，某程度上咧你就會發揮到你嘅才華咯。同埋屬雞嘅朋友咧有個特點㗎，唔係好中意俾人批評㗎。咁啊某程度上啦，嗱如果你應承咗人啲嘢，假設真係做得到嘅，佢咪讚你咯，咁你咪有 face 咯，咁你咪開心咯。咁另外屬雞嘅朋友由於咧唔係好中意批評咧，所以咧假設大家個伴侶啊，或者你想追嗰位男士或者女士，如果假設係屬雞的話咧，記住一滴蜜糖咧就已經氹死佢噶啦，千祈唔好咁批評佢。佢要好要面子，好要 face 嘅。咁其實有度好嘅，佢咪可以俾，因為佢要面子要 face，咪可以忠誠度十足咯。應承咗你啲嘢咧，就會做到底咯。咁另外啦，屬雞嘅朋友咧出年都幾正嘅。嗱，首先紅鸞星動喎，同埋咧亦都有太陰呢粒吉星啦。所以某程度上咧，我叫五有重逢啊，江湖花酒，出年咧好多飲飲食食嘅機會喎。如果單身屬雞嘅朋友咧，可以參加多啲呢啲宴會咧，就可以容易締造一啲新戀情咯。其中太陰都係一粒吉星嚟嘅，女性的貴人星。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如果假設真係形單隻影嘅你咧，可以問下一啲家中嘅女性嘅長者啊。或者你朋友輩之中咧，揾下女性嘅朋友介紹一啲單身嘅異性俾你認識咯，好容易就會締造一段戀曲噶啦。嗱，不過已婚嘅朋友就真係要留意啦。由於咧出年係真係我叫做係你一個桃花之年啦，所以某程度上咧就要小心拿捏一下啦。點樣拿捏啊？不必要嘅宴會咪盡量少去咯。同埋咧出年你都係有啲我叫做有啲心星啦。簡單啲，出年你個桃花運都強嘅，咁啊鼓勵下啦，做多啲對人嘅工作啦，譬如做下義工，咁啊最正啦，探下長者啊，做下義工啊。若然真係事業嗰方面咧，我哋試下桃花化人緣，人緣去化金錢咯。出年咧屬雞嘅朋友咧，大利你去做一啲人緣生意嘅，咁啊所以恭喜晒屬雞嘅朋友啦。咁如果真係有啲唔係好拿捏得到咧，歡迎揾我文師傅傾下偈啊！你想拍拖告別單身，原來如此幫到你。